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2，诗篇102篇11到12节安尼讲：我的性命亲像日车，亲像草焦去，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予人纪念到万代。三个来祈祷。永存，搁予阮纪念到万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在的至高上帝，主啊！你的公义实行伫全地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主啊，伫日时，阮要称颂你奇妙的作为；伫暝时，阮要感谢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阮要一世人来侍奉你。阮要用甘心的祭献予你，一生尊主你最大。主啊，世间一切专讲成空，努力打拼，常常也是无采工。到尾也是规伫空空。主啊，阮的性命亲像日车，亲像草焦去，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予人纪念到万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